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介紹嘅作品係《機不可失》。近年好多長者面臨住肌少症嘅困擾。根據2016年世界衛生組織嘅數據，喺香港長者中約有11%嘅男性同7%嘅女性患有肌少症。隨住年齡嘅增長，肌肉嘅下降會影響活動能力。當平衡力同反應力降低嘅時候，跌倒同骨折嘅風險就會增加，從而影響生活質量。全球約有1億嘅長者受到肌少症影響，呢一個數字隨住人口老化而不斷上升。因此，我哋製作咗呢個手機應用程式。首先喺手機上面打開呢個手機應用程式，然後等一下等待肢體辨認嘅載入。當見到鏡頭運作嘅時候，依照使用者嘅需求可以設定前鏡或後鏡，然後我哋就可以開始運動。喺 APP 界面上，我哋可以見到指導動作嘅提示。如果肢體動作正確嘅話，我哋就需要維持動作，然後佢就會加分。相反，如果姿勢不正確嘅時候，手機 APP 會指出目前姿勢嘅不正確之處，並講出同埋顯示錯誤地方，以糾正使用者姿勢。接住 EMG 肌肉訓練。首先，開啟手機應用程式連接藍牙，連接後選擇肌肉部位合訓練模式，如握拳、扭毛巾等多種運動。之後發送信息至Arduino並開始進行實時捕捉使用者的肌肉活動數據，並即時處理和展示收到的 EMG 數據。EMG 傳感器捕捉肌肉收縮嘅生理信號，並進行視頻分析，以評估肌肉激活程度同埋疲勞指標。之後 CSV 格式發送至手機，包含基準值、濾波後的 EMG 值、重複次數和收縮狀態等。應用程式仲可以發送指令切換，並提供重新開始、暫停和恢復訓練嘅功能，令使用者靈活控制訓練過程。呢個 EMG 肌肉訓練嘅手機應用程式提供實時數據反饋，以幫助使用者調整姿勢同埋運動強度，以達到最佳效果。我哋嘅對象係長者同埋有肌少症嘅患者，為咗俾使用者更加容易明白呢個程式嘅使用方法，所以我哋呢個手機界面設計簡單又容易明白，可以方便使用者進行保健運動。同時，為咗提升使用者做指定動作的準確度，手機應用程式上會提供文字及語音的保健動作指引，從而指導使用者正確的姿勢進行保健運動。因此，使用者無需依賴他人，只需要手機應用程式也能進行保健。與此同時，也能提高使用者進行保健的效率。喺呢個手機應用程式設計中， EMG 傳感器通過藍牙連接到手機，用於監測使用者手部肌肉的電生理活動，並提供即時的肌肉訓練反饋。我哋嘅產品專門為長者同肌少症患者設計，係為咗解決佢哋日常生活中嘅難點。而市面上嘅產品例如有彈力帶、啞鈴等等，雖然容易攜帶，但係缺乏即時指導，好容易因為錯誤嘅姿勢而受傷。而高端設備例如有智能健身鏡，雖然有動作檢測功能，但係價錢十分之貴，而且操作比較複雜，長者難以使用。另外，大多數產品都針對特定肌群，缺乏全面嘅訓練。我哋嘅作品利用 AI 姿勢檢測同埋 EMG 肌肉監測技術，可以實時咁提供動作嘅準確程度同埋反應，並且監控肌肉嘅活動。另外，透過語音同埋文字引領，可以引導長者以正確嘅姿勢進行訓練，只需一部手機同 EMG 傳感器就可以操作。另外，我哋加入咗遊戲化嘅加分系統，可以提升運動嘅趣味性同埋參與性。以上就係我哋作品嘅介紹，多謝大家。